选了那个图片，修行人可参考的农历、月历，按右上角3个点分享，传到我的云端硬碟啊，我的云端硬碟。哦，修行人应该要参考了这个万年历的农历，原来有那个神明仙猴圣诞日期的，避免得罪天地神明，该禁止爱欲的要禁欲啊，禁止行房啊，保命保健康重要啊。早上禁止行房啊，以免大伤血脉啊，大冷大天大寒天啊，疲劳啊，远行归来啊，空腹啊，哦，初一十五啊，哦是这个春夏秋冬分啊，哦。春分秋分啊，夏至冬至，然后前后还有当天呢，加起来要7天哦。你看，当天还有前后各3天，加起来1个礼拜。禁止爱放纵爱欲，保命保健康比较重要。